啉落腹肚底水真要紧。桃园机场捷运讲饮水机呢，讲有储氧过程有问题。桃园捷运公司证实讲有收到民众的投诉，表示讲饮水机的厂商采样过程敢若是无照起工，和桃园捷运公司呢捌暂停饮水机的使用，一直到昨所有饮水机换过这个离心条，才陆续开放给民众来用。桃园捷运公司强调讲，水质的检测结果还未出来，当时是预防性暂停使用，详细储氧的过程到底问题伫倒位，还要调查。在捷运若是要啉水，伫管制区外口拢有饮水机，互民众使用。严格桃园机场捷运的饮水机所传出储氧的过程有问题。实际来到桃园机场捷运的3点报站，饮水机挤出来的水正常无怪味。贵为护单来看，麦当看着脏，才换过离心。桃园捷运公司6号接到民众的检举，表示委托检验饮水机水质的厂商采样的过程敢若有问题，启动内部调查。全线97台饮水机拢请环保局含公正第三方重新检验，每一站马拢换过饮水机含离心。强调机场捷运是预防性暂停供水，目前为止，马保民众因为啉水身体不爽快。敢去装吗？敢啊！如果真的检查出来 OK 的话，应该还是会敢去装。一定会有疑虑的啊，这毕竟是自己喝下去的东西，就是公开有就是验出的成分，然后有哪些是超标不合理的。验到到底采样抽验的过程是倒一步出问题，以及环保局抽验的结果，目前拢也未公布。经过我们初步调查，厂商确实违反饮用水相关管理条例第12条第2项，就是水质采验的部分必须由中央核准机关才能够进行取样。因为我们都有定期在做那个水质检验送样，送给那个检验公司，这可能是我们对法条认知上的不同。根据饮用水管理条例，公共场所的饮水机应该照规定采样，检测水质的状况，而且造成记录比查。是讲水质检验的过程是出什么问题？通知环保局爱个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